乡亲继续来看美国甲中国拍贸易战，国际股市变价真无稳定。政府的四大基金救股市，5月20拨退抚基金50亿，5月24搁摕劳退基金210亿进场来护盘。消息一日传出来，公告退休团体真愤怒，讲四大基金护盘的时间点不明，是毋是黑箱作业咧？都惊大家钱会愈来愈求水。也毋过台北股市这2天连续来反弹，今仔日阁大起115点，这个护盘哪像有看到成效？监督退休金绩效联盟站出来抗议。护盘要绩效，要绩效。因拢是退休教师甲公务员，情绪遮尔激动，因为看到政府5月20拨退抚基金50亿，5月24搁摕劳退基金210亿进场护盘，但是护盘时间点无透明，是赚也是了，拢唔知。一样100万给他投资，10年之后，单台 ATP 的获利是277.61万。可是我们看一下新制劳退，我特别要提新制劳退的部分，因为新制劳退它是个人账户，所以如果它的获利很低，就代表说劳工的退休金就变得非常的少。所以我们可以看一下，这样同样的10年，新制劳退只有40.92。因为现在的中长期的报酬率基本上大概就是3%左右，已经长期偏低，所以我希望透过可以参与相关护盘。刘伟嘛站出来声援，不过劳动基金今年第一季未歹，行政院长苏贞昌也伫咧内顶面宣传，帮每位劳工退休金赚1万块，四大基金用来投资或者护盘，民众无共的反应。复盘不错啊，今天股市大涨哎。那个4大基金去复盘，复什么盘？退休金投资是毋是当钱愈加愈多？政治力是毋是介入？安怎操盘？刘伟透露下一个会期，四大基金法规特别修法，应该当更较完备。